介紹一個軟件八字與性格。喺手機上安裝完之後呢，你喺手機度呢就會見到一個 logo icon，double click 佢，你就會見到呢個 program 噶啦。佢有3個功用：第一，斷性格；第二，算運；第三，其他及支援。好，首先我哋簡單講點樣起個八字先。無論做任何嘢都好，你都要起八字。如果你唔識嘅，你想睇下點樣用到嘅，你可以撳說明。說明我哋會睇到，首先我哋要輸入年月日，例如1980年10月15日。而家我入咗有1996年0701，時間就入翻時間啦，不過以24小時為主，即是20點30分。如果你係夜晚8點半嘅話，然後我哋就按起八字啦，好似而家咁，1996年5年7月1日起八字。咁我哋就會睇到個年柱下邊改咗，月柱下邊改咗，日柱下邊啦，而得到呢4個字呢，就係你嘅八字。詳細啊，咩係八字，我會遲下會講解一下。之下邊呢，就有一紮嘅八字嘅用語。好啦，我哋呢個 program 主要嘅作用都係斷性格。咁斷性格，我就會見到有一個叫做性格概括、性格細節。最初你入去呢，你就會見到一個八字嘅概括，即係你嘅八字嘅性格嘅概括，大概點樣。而後邊有你所選擇嘅出生日期嘅輸入嘅出生日期。謙遜、持強、驕傲、堅持、執着、敢為，係呢個嘅八字嘅基本嘅性格。咁如果我哋撳性格詳細呢，就會係詳細去睇下呢個人有咩大概性格，或者例子啊，一啲比較細節啲嘅性格內容，可以向下拉，我哋就會睇到更多佢嘅性格內容出嚟。有陣時係1-2版啊，有啲2、3版不等。睇你性格嘅，你個八字嘅複雜性。跟住我哋走翻去前一頁，跟住呢，我哋就揀算運。而家我哋講一講先，斷性格嗰度呢，你無論選男或者女，其實都唔係大分別嘅啫。但係如果你算運呢，你就一定要選擇正確嘅性別。男女係好大分別嘅，佢起個運。男嘅順數，女就會變咗逆數，男嘅逆數就會轉做女嘅順數，因為順序係數字。點樣去起運，我遲下會講。跟住我撳起八字，跟住我哋撳算運啦。暫時我都係寫咗一啲簡單嘅呢個運嘅術語，大概。而詳細點解運，我會遲下會寫。得閒嘅話簡單啲嚟講，我哋會睇見呢個資料：1995年7月1日男你之前輸入嘅資料。而呢個呢，就係你嘅運，最初會本日嘅現在時間日子為主，會用起運日同個本命嘅八字去比，我哋會睇見到戊寅大運、乙巳年、庚申月、甲辰日等等。下邊有一紮嘅八字嘅用語，如果識嘅可以用嚟幫助你算運。大致上係咁多。跟住呢，我哋就講一講，呢度有個說明，教你點樣用呢個八字。如果唔信，你可以睇視頻。而其他及支援呢，就係會有我之後可能會有一啲八字幾分鐘教一教你啲八字嘅資料啊，同埋
點樣用啊，同埋乜嘢叫做迎充匯合等等。另外呢度類別你可以睇，一撳落去呢，你有3個 box 你睇到嘅，一個就 TV Video， 一個就 Tools。基本上呢，呢啲都係一啲嘅網頁 shortcut， 即係直接去該網站，你可以唔使要開個 Google Play， 方便你用嘅，亦都方便我用啦。而呢度 Tools 有啲 Google Search 啊，外匯轉換啊、戲院啊等等資料嘅網站，你可以入去睇。因為呢啲網站唔係我設計嘅，所以你要如果入邊有咩要你個人資料，你留意翻嚇。大致上係咁多啦。如果喜歡我嘅 ad， 遲下如果我有新嘅上架要俾錢嘅，你可以俾錢支援下我，同埋一啲長嘅 video 視頻，你可以睇埋啲廣告啊、subscribe 啊、like 啊等等，都可以支援我嘅軟件創作嘅。大致係咁咯。拜拜。